其實，因為我一路以嚟自己都係拍好多動作片啦、警匪片，其實我自己都好想嘗試不同類型嘅片種，咁所以喺我自己執導嘅片種以外，能夠支持到另一啲導演去拍另一種片種，又係我自己好想去做嘅咧。咁對我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我記得有一日陳佩華小姐打電話俾我，咁係我好朋友嚟嘅。咁佢話有部戲有個題材係關於5個小孩同埋一個校長嘅故事。咁佢就問我：你識唔識得關俊輝導演啊？咁我話識，關俊輝我都好熟嘅，因為以前關俊輝同我都合作過做嘢。咁我就聽陳佩華小姐講就，你快啲揾關俊輝啦，佢已經係寫緊呢個故事啦。咁因為呂麗紅係有名校，佢唔去教，佢自己去放棄咗高薪厚祿，而去執行呢一個拯救嘅行動啦。咁就同關俊輝講，我哋就去嘗試去做呢部戲咯。咁樣開始，成套戲我哋其實第一就係真人真事改編啦。就關導演就已經係採訪晒佢由開始接手呢間學校，至到而家整個過程。咁我哋又研究我哋喺邊一度開始拍咧。咁當然最值得我哋去講呢個故事嘅就係從呢間學校就嚟殺校開始講。咁佢嗰陣時就剩翻5個小朋友啊嘛。我覺得喺香港女演員當中，千嬅係一個最適合做呢個角色嘅一個演員。因為當我見阿千嬅嘅時候，我哋都傾咗好耐係關於小朋友嘅5個小孩咧。我哋喺400個小演員之中選出嚟，呢個係成套戲、成套電影最艱苦嘅一段時間。咁我哋一選咧就係選咗10個出嚟，10個咧就係大家同時間訓練咗3個月。最大問題就係佢哋由零開始，佢哋都唔知咩叫拍戲，從 action 開始教佢 cut 咗之後點啦，教佢哋做戲嘅時候唔准望鏡頭啦。我記得臨10個揀5個嘅時候咧，係大家都好痛苦，因為10個都好好。到拍完之後，大家都會幻想緊，如果摟咗嗰個演呢個會唔會好啲咧？咁大家都喺度諗緊，即係可知道其實10個都好好。我哋係今次用咗5個副導演去拍呢套戲，因為比普通戲係多，我哋會每一個副導演去照顧一個小朋友，其實都係唔夠，因為一個小朋友其實佢每日有好多突發嘅事嘅要求嘅，瞓覺啊、食嘢啊、休息啊、去廁所啊，咁5個小朋友係不同時間去做呢啲嘢，我哋都要停。喺度好多謝陳木勝監製，其實佢係我恩師。我諗喺冇咗佢咧，係我哋唔會係拍成呢套電影。佢俾咗好大嘅支持，俾咗好大嘅肯定。喺套電影裏面，佢勞心勞力，即係佢幫助咗好多。無論喺資金或者係籌備啊、劇本啊、現場所有拍攝，佢俾咗好，因為佢經驗好豐富，佢俾咗好多嘅支持俾我。咁另外我自己亦都要好感謝監製陳木勝啦。佢係一個即係不嬲，我喺行裏邊已經聽聞佢係一個好認真嘅人嚟㗎啦。可能佢拍開好多 drama 都係比較男性啲嘅電影啊，各樣嘢。我係見到一個大男人變咗一個媽媽嘅樣出嚟咧，好犀利嘅。佢好現場係幫手湊嗰5個小朋友，好似自己親生女一樣。咁同埋佢其實唔係湊緊呢5個小朋友，佢湊緊30幾40個大人，同埋好多嘅即係成 crew 嘅台前幕後嘅演員又好，製作人員又好，副導演組又好，製作組又好，佢每一個都會用個心去同佢哋開會去傾嘅。咁呢啲親力親為係令到自己好感動同埋好有動力嘅。我覺得5個小孩的校長係我自己呢幾年嚟拍嘅戲當中係一部最有意義同埋能夠顯出大愛精神嘅電影。我希望觀眾會鍾意呢部戲。